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在妈妈。萨文是真古早的发明，有4000几年的历史。萨文安怎来到台湾，也未有即马讲的萨文进前，大家是安怎洗身躯、洗衫。过去除了萨文以外，也还有啥物清洁用品。这集我来介绍日本时代的萨文是安怎生产，台湾的萨文安怎变化。萨文这个名是为叨位来？讲法有真侪款。连亚堂有写过讲，外来的物件伫台湾拢会加一字番，所以台中的人就甲萨文号做番仔地裤，台南人就甲叫做萨文。伊也佫有讲萨文是番音佫番意思，伊的意思是讲萨文这个词是翻译的音，毋过是为什么语言翻过来的？有一阵仔有人讲是为法语来的。毋过法语对台语的影响实在是无大，也嘛有人讲是为葡萄牙语来的。毋过有人讲其实包括葡萄牙因的萨文这个词拢是为阿拉伯语来的。台湾真有可能的是为马来语翻过来的。东南亚离台湾较近，往来嘛较济，马来语嘛号做萨文，而且马来语甲阿拉伯语是有关系。阿拉伯语内底就叫做萨文，确实过去有找到伫中东真古早萨文的记载。伫巴比伦这个所在，一个古迹，一粒石头顶头就刻萨文是安怎做的。因写讲甲油甲火夫染做火雷煮，挺好好冷，就是萨文啊。毋过这实在是足久以前的代志，4000几年啊。所以伊真正的起源是倒位嘛无人知影。萨文佮安怎来到台湾，其实是对日本人来的。日本时代的萨文有足侪款，作用拢无啥相共，销量上大的是洗衫的萨文，也嘛有洗面甲洗身躯的号做化妆萨文，也佮有一款是咧治皮肤病有药性的萨文，这款就较罕伊看到。毋过确实古早时代有人摕萨文来洗身躯，来解决皮肤的问题。过去的萨文也可会当切一块仔落来，淋伫水内面，摕来厝高遐，也是预防盲虫。过去我捌讲过洗身躯的时阵，有讲到日本人来的时，发现台湾人拢无啥爱洗身躯。毋过小共日本人的记载嘛有写着，台湾人定伫溪仔边咧洗衫。真接咧洗，所以这嘛有可能表示讲台湾人毋是无爱清气，时常咧洗衫，毋过无啥咧洗身躯的原因是有一寡风俗习惯，像袂当吹着风，也是因为无浴巾通洗身躯，所以真无方便，才无较接咧洗。日本人伫台湾做足侪卫生的教育，伫学校嘛会教查某学生安怎用萨文。安怎来洗衫？像讲，因就会叫逐个学生讲，毋通逐领衫拢用讲的，因为过去的人拢摕石头，也是摕锤讲，不管啥物衫，因会教讲安尼讲，话的衫会讲歹去。我嘛有看到一项是较早毋捌想到的，就是伫学校会教这学生安怎去分别冷的水甲冰的水。一般是水若无够纯，有别项物件伫内底，就号做冰的水。洗衫的时，若用到冰的水，水内底的垃圾物件就会互衫变垃圾。而且萨文若拄着定水，较歹扬去，也嘛较袂起泡，会特别浪费这个萨文。所以学校教的是伫水内底先加一撮萨文落去，摇摇的，若会起泡。这个泡佫袂足紧就无去，这就是冷的水，会当摕来洗衫。另外一个方法是伫水内底淋一撮酒精，嘛是小共摇摇的，看敢会起泡。若会就是冷水，
这款水才适合洗衫。另外学校内底嘛会教学生安怎知影湿文是好的也是歹的。湿文男冷水若是会扬起也佫会起泡，就是好的湿文。毋过这个泡若是足大，就表示讲这个湿文的成分无好。也佫有一步，因嘛教学生用喙子去蘸这块湿文，若感觉会擦会痛，这就表示这块湿文的成分无好。上尾一步是甲湿文淋落去烧茶内底，若是这杯茶的色变佫较深，嘛表示这块湿文的品质无好。刷落来，因佫会教安怎用湿文洗衫，因叫学生袂使直接摕湿文撸衫裤。也无这个布会真紧歹去，也是会黏着色。上好的办法是切一块细块的湿文，浸落烧水内底，等伊扬起，才佮把衫放落。安尼湿文嘛会较省。衫就要先浸过了，才来洗，较好洗。而且无共布料的衫嘛要注意，着安怎洗。像碰洗衫，就袂使放落有伤侪甜的水内底，也无就会揪水去。衫用湿文水洗了，就要佮用真侪清水来拖，安尼才会清气。伫学校甲伫报纸顶头嘛会教大家安怎摕湿文来洗身躯较好。过去的湿文是一块真大块长长，若要用的时阵才切做细块。台湾为1920年代用湿文的人就变侪，生产工厂嘛愈来愈侪。毋过听候到准备要战争的时，物资开始减少。做湿文的原料因为战争来减少，所以湿文甲米甲猪肉相共，这些物资拢开始就要配给。湿文配给的方法有分是日本人也是台湾人，当然日本人会分着较济。过来台湾人内底也佫会分会晓讲国语，就是迄时的日语的人。甲袂晓讲日语的人，刷落来嘛有分住伫庄骹，也是住伫市内的人。因为住伫市内的人用的湿文较济，因为准备要战争，物资毋通浪费，所以学校就开始教大家安怎欠用这块湿文。伫日本时代教的方式够大，也佫有人咧用。一款较麻烦的，就是甲细块的湿文拢总扣做伙。佮落落鼎内底加热，扬起了，佮挺好放互冷，就会变做一块较大块的湿文。另外一款较简单的方法，就是摕一个细的布袋甲细块湿文拢总落伫内底，摕来用。这甲即马定看到的用一个网底湿文的意思真相共。即马咧卖湿文的店内底，有当时嘛会看到床扫规罐的湿文。这个方法嘛是伫日本时代就有，因为用扫吊起来，湿文才会当用较久。台湾人伫日本人引进湿文进前，洗物件拢是用地箍甲无环纸较济。日本人进口的湿文甲后来伫台湾生产的湿文，伫迄当阵拢无俗，所以这个传统的方式也是有人咧用。一直到要战争的时，政府甲报纸拢开始推刷过去洗衫、洗碗、洗身躯咧用的地箍甲无环纸，因为湿文变少啊。地箍是地纸煎样了遐个泡落做的，伊放淡水内底，就会当甲物件洗清气。伫大清时代的统计，就已经发现迄当阵台湾无种遐尼济地。所以真济会用的地箍是进口的。伫北部较济人用地箍洗，伫南部地箍较罕看，毋过黄目树足济，所以较济人用即个无环纸，也是号做黄目纸。黄目纸是直接为树仔顶落落来涂骹，去捡转来就会当用啊。伫报纸顶头主要是咧教住伫台湾的日本人安怎用无环纸。因会写讲无环纸真适合洗身躯、洗衫，佮袂伤皮肤，袂伤这布料，也佮有治虫的效果。报纸嘛会教大家安怎用地泡、地箍来代替湿文。
而且佫有写讲，遮个地壳浸过水嘛会当摕来做肥料压花。除了即两种地壳甲无环子是过去时常摕来洗身躯洗物件，台湾人过去佫有用泉水洗衫的习惯。泉水就是甲烧茶遐个火釜淋一寡水，放伫一个大个桶仔内面，听候遮个火釜拢沉落了，就会当用顶头清气的水来洗衫。即个水是会焗焗，也嘛袂使伤厚，啊无衫会洗歹去。所以真侪人知影讲，若绑起来伤厚，就爱透好较轻的。日本时代报纸佫有教大家安怎做即个大个水桶来做泉水，嘛写讲泉水佫淋洗米的水透做伙，安尼效果会上好。也佫有迄当阵另外一项摕来洗衫的，就是米糠。米糠水是甲米糠放伫地仔内底，落落烧水落热，才佫用即个水来洗衫，作用甲洗米流落来水差不多。米糠嘛会使摕来塑做规丸，或做米糠地壳。做法就是米糠淋苏打粉，才佫淋一撮撮水，烧做一丸。这嘛会使摕来洗衫，因为米糠地壳较粗，所以加真俗。也嘛安尼，用的人毋是遐尼少。报纸顶头佫会教大家用煮竹笋的水来洗物件。伫日本时代，就已经有人摕柑仔皮来代替纱文。柑仔皮爱先煮过，也是浸烧水，安尼变软了，才定接出来。淋水就会使摕来洗衫。上好是淋洗米的水，也是煮面过即个水，效果会较好。毋过柑仔皮接就袂使摕来洗白色的衫，也无会倒掉。台湾什么时阵开始家己生产纱文？日本人拄来时是用为日本进口的纱文，日本人渐渐增加，后来到10多万人的时阵，就有人想到讲会使伫台湾做纱文。1902年，大稻埕的一个生理人刘龙修，伊原本就是要甲即个伫台湾做纱文的商行合作，做伙投资。毋过后来无讲成功，煞互伊学着安怎做纱文。过无偌久，伊就甲家己的兄弟做伙开一间纱文工厂。早期纱文拢是手工做的，1910年以后才有机械咧生产。毋过老家的纱文工厂经营了无偌好，后来就收起来。1911年的时阵，一寡日本人甲台湾人做伙成立台湾石间株式会社，一间真大间要做纱文的公司。因甲圆山的一间工厂买落来，进口新的机械，佮请日本的工程师来，计划要做洗衫的，嘛要做会当洗身躯、洗面的化妆纱文。因也佮向总督府申请500架的政府用地，要来种椰子，生产做纱文的椰子油。毋过因做出来的纱文品质无好，佮需要种子的时阵，有的股东就退出，到尾啊，这间也是收起来。台湾伫1920年代经济变好，买纱文的人嘛变真侪。迄当阵日本人开的细间纱文工厂就愈来愈侪。毋过遮个工厂拢集中伫台北，消费者嘛差不多2/3拢伫北部，干那1/3伫南部。这甲迄当阵货运的成本真有关系，因为铁路送货成本真悬，做纱文的原料是拢为日本进入来，为家人入来，所以若要佮送去到南部，成本就足悬的啊。华王这间日本公司因卖化妆纱文，迄当阵就有卖甲全台湾，毋过嘛真贵。纱文的生产一直到战争进前，原料减少，物资配给才渐渐无去。战争以后，台湾工控公司替日本人留落来机械设备，继续做纱文。也嘛有一寡私人的细间工厂，因用真简单的设备、冷制的方式来做纱文。
因为杀文的生理真好，大家拢需要，利润阁悬，阁毋免啥物技术，所以只要若甲政府摕到油的配给，就是杀文原料的配给的人，拢会使来做杀文。战后的时阵，有100几间细间杀文工厂，即马也伫的牌子像泰新的墙头牌西山杀文，也是美琪药皂，拢是战后就有啊。南桥是1952年上市的，后来政府开放互业者会当自由进口做杀文的即个油。过去靠配给生产的工厂无法度竞争，才渐渐关起来。做杀文的技术嘛提升，嘛机械化。迄当阵就开始有袂少做来洗面、洗身躯的杀文，乌砂糖芳蜜杀文，甲后来资生堂杀文，拢是台湾杀文产量上大的时阵做出来的。一直到1976年，洗衫粉出来。佮加上进口的这个原料变贵，业者随忙开发出新的杀文，像弯弯。毋过迄当阵杀文的产量就剩1960年代的1/4尔。有关杀文的历史研究的人无侪，今日我讲大部分的内容是为何珠乡的硕士论文，为地科到杀文日本时代台湾杀文的研究来的。你若是对节目的内容有任何的想法甲看法，拢欢迎来面册甲大家分享，也嘛请会记得订阅，也是追踪这个节目，推荐给你的亲情朋友，也是伫平台留5粒星甲留话给我。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，伫节目的文字小解内底有ECP的连结。祝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是现在的妈妈，大家再会。